歹势啊。好来，啊你帮我画目睭好无？最重要的哦。这种人下去画，我嘛做手嘛，我敢袂晓画。哦，你做手袂晓哦，来，你要用这个，来。你会使画较大粒的，嘛会使画较细粒的，拢会使。哦，你看，这个目睭规个一只只哦，这个两个拄啊好，咱够两粒。哦，你看，即摆是抹，你看，所以我无像安尼画。完全无共款，三个人画起来拢无共哇，款你。做目遮盲的呢？来，我摕一块，好无？目遮盲的，妈妈我遮盲。来，遮坐好啊。嗨，咱是毋是有离迄个见过面？来，遮搁两粒最重要的哦，因为咱今仔就是有五只。来，是毋是飞泡啊？你个来，比你遮嘿，来。你要啊，干嘛是的？还是你要？你跟他无，也是共学。白色的吗？是毋是飞泡无关注带？安尼就有点。啊，记住，你摕干嘛色的好无？啊，我需要你帮伊画目睭，拿互动的因为等下你拢要演戏。哦，你的 N。来，妹妹，你摕白色的。对，哎，你画目睭哦。妹妹，你会晓画目睭无？你会使画较大类的，你嘛会使画细细粒的。是你家己画，你去摕笔。嘿，来，遮帮伊画目睭，画两粒哦。画目睭。我帮你看好嘿，来，你嘛再点一个就好。点目睭。我有报两个目睭，一点二。哦，一条好嘛？啊，你到尾哎呦呦，你看。我没用，哦是哦。会使吗？哦，好来，看。啊，你家己画啊，就是家己画，啊，你做要徛妈妈无？嘿，来。蛋姐，画两粒目睭。蛋姐，我要去头前面。啊，你今日是 N。哦，赞哦，赞哦，来，啊，咱内底目睭林海你下晡再来。点者，啊，要害伊笑还是要害伊笑？我老师讲，要害伊笑哈，好来。为什么这粒比你的软？我试看卖。我帮你先小心。哇，你的手呢？你的红啊，黑灰啊，好来，徛好。恁大个就知影恁是啥物人啊吼。你大个就话你就知啊。我系消风气啊。赶紧。好来，下你右看嘛，这只是内底啥物人啊？猪啊对啊吼，伊叫做 Piggy。啊，你讲我要坐落来听，吼，啊，你嘛会使看过来嘛，紧吼 Piggy 哦。Piggy 讲，这只猪啊，甲我做伙耍啦，所以恁等者拢是要甲伊耍的。啊，伊是 Piggy， 伊是猪啊，你会使右看嘛，等者你迄只是啥物？是，我毋知，咱等下掀开来看，好不好？咱来看 Piggy 甲伊做啥物代志。你看哦 ，Piggy 讲，伊上甲伊耍啊，啊，搁伫对说。伫迄，伫土落公糜，哦，你看，啊，伊佫介意啥物？伊嘛足介意食饼、食汤啊，伊足介意食物件，足介意耍的。啊，毋过，伊上无介意做的一件代志，你知影啥物无？洗身躯。伊做讨厌洗身躯的啦。哦，嘿啊，我嘛毋知呢，所以咱等下来看为什么伊讨厌洗身躯。你拢帮我好，我有故事讲了。啊，所以伊讲，这只 Piggy 安怎 ？Sting 臭毛毛，伊臭，嘿啊，奇怪呢，为什么臭毛毛拢无人甲伊说？恁故事拢讲了，你看恁偌厉害，人家话恁来坐车，你看恁外口讲故事咧，吼。来，你看这只，这只看着只，喂跳走的吼，咱嘛会使讲英语的啦。啊，毋过咱今仔来食，咱先来讲台语。咱来看，恁是对一只哦？你看哦，来，哎哟，伊有足侪朋友的，啊，毋过伊遮的朋友拢讲你臭毛毛 ，You stink， 我无要甲你耍。来，咱有一只蓝色的，什么人？哦，你这只是狗哦，所以等下这只 Piggy 会去找你，你安怎？你要较紧选啦！哦，你别也怕小朋友啦，伊嘛会听，你就较紧选，你就会讲哦，臭毛毛，臭毛毛，较紧走跑。来，有一只咖啡色的，你只？嘿，伊
去后我用较大了，做小可像红色的。咱下伊做这只好不好？做这只好不好？你敢知这个鱼啊，尖尖这只什么？苗啊，苗啊！你看这只苗啊。嘿，来，咱这只鱼啊，长长的，我遮无黄色的，所以我要麻烦什么人做啊？土啊，那你去食就做土啊，好不好？好，你食做土啊。过来，咱来柑仔色的，柑仔色的伫对啊。哎呦，你看厉害，柑仔色就举起来。你敢知影你要做什么人？羊啊，咩？你是羊啊？你敢有找着？有一只无？你摇看卖。你为啥在对一只？这只什么？这叫什么？斯卡。讲老师，你他用紫色的，无啦。其实伊只下骹有小可一寡青色，小可一寡青色，所以你这只是斯卡哦。伊拢有穿裤啊，你看有无？甲你同款，你下骹拢有一支拢有穿裤。等下这只屁屁吼，这只猪啊要去找恁耍哦，伊拢无洗身躯啦。嘿，开始哦，来耍哦。莫安尼好拍，我一直做细只，你拍落去可能会愈细只咧。你较紧走，因为臭毛毛的来。你看走啊，有够紧，臭毛毛哦。你看迄个柑仔色的，离我较远，马上就伊走啊就远啊。伊就闻着讲，哎呦，拍规个臭毛毛。对，你去妈妈的后壁，妈妈会甲你保护，对无？好，来你来看遮，咱来看这个，你来看，你看屁股其实穿啊足水的，人穿裙头顶佫绑一个足水的为什么你会感觉伊臭臭？敢有人看到伊身躯头顶什么臭臭的物件走出来？因为伊睇身躯有头对吧？来，来，这个你该决定哦，你会使把伊搭伫你的身躯头顶，你嘛会使把伊搭伫你的鸡龟头顶。你嘛会使下伊搭伫你迄个滚仔头顶，好无？伊看到伊身躯有土60cc，你要对一个？无，等者换你哦，即摆先下接紧吼来。嘿，等下你嘛爱紧，吼我的脾气真正伫要消耗伊啊。这个吗？好，你会使搭伫你的身躯，嘛会使搭伫你的鸡龟头顶拢会使，哈。好来，臭臭的迄吼，目睭看袂到。好来，咱遮有一只。脾气毋过小风看起佫做成猪仔的呢，因为我有帮伊画伊的耳仔甲伊的鼻仔。吼，脾气伊要去找伊的朋友耍啊，毋过脾气因为拢无洗身躯，所以伊臭。伊臭毛毛，臭毛毛怎？无人要甲伊耍，无人要甲伊耍。拄仔你看这脾气要去找伊拢，伊的朋友拢安怎？你看，大家拢走去啊，大家拢走去啊，吼。所以这个脾气怎？无人要甲伊耍。拄仔迄个姐姐足厉害，要来坐阮头前只无？好，感谢哦。等下咱结束了，阮过来分一个鸡龟给你吼。我还佫有一块无要紧，敢有需要我伊地佫摕出来。爸爸讲，甲伊有一个甲恁做伙呢，因为恁三个拢做水的，所以拢坐伫遮。甲啥物人共款拢做水的？甲妈妈共款拢做水的，对吧？哈。袂啦，我感觉足水的。好啦，你看遮，臭毛毛的物件，目睭看袂到呢。伊迄身躯也有土，60cc 看会到。毋过敢有人看到伊画臭毛毛伊安怎画？伊安怎画这只猪仔臭毛毛？哈，你用目睭看，毋是用片的，因为这本册你用片的。你敢知影伊伫伊的边仔画着啥物？哈，你知影伊臭臭？来，你帮我，你来找看嘛。这有拄仔迄个姐姐有讲过啊，迄对，迄是伊画，伊用看，咱看会到。伊其实伫边仔画一寡物件，你看遮，伊画安尼一点一点的，飞起来的。哈，你知影伊臭毛毛，无洗身躯的臭毛毛，因为迄个无洗身躯的臭毛毛，你迄个臭吼，毋是用目睭看，爱用片仔片。伊为着要来你看，伊就伫边仔画足济，哈！你知影讲伊臭毛毛来，妹妹来紧一个。你会使搭伫你的手啊，搭伫你的衫，你要帮你这只头顶搭一寡嘛会使，吼。好来，咱来看，敢有人要约看嘛？伊的朋友要去耍啥？
无要紧，搁来动起你就好啊。要来右看，你右看卖要去算啥物无？你看因的手摕这，哦，伊可能要去掠虫对无？较好诶，来，紧一块。妹妹，无要紧，妹妹，等一下哥哥讲了吼，伊会分互你。讲了话你哦，啊妈妈来害你讲，哦，你会使讲这嘛就好诶，哈。哦，因可能要去掠虫，毕竟嘛想要教因去啊。啊，毋过。喏，伊无教伊去，为什么？因为讲有生你臭毛毛，因的朋友拢走去啊，毕竟一个人足无聊，伊却想要去找人耍，咱来看伊找啥物人耍哦。噔噔噔噔噔。哦，来，有人要我讲，你知影毕竟去找啥物人耍嘛？咱先甲伊讲，因为野手啊，你知影刺毛虫其实无？你甲伊讲好无？刺毛虫是对一只，啊，刺毛虫是一只，啊，你看到伊目睭安怎？哦，迄个刺毛虫伊脾气有够臭，你帮我记一下。够臭的，所以伊就感觉，哦，对，来帮咱比下伊看。哦，这只袂歹，伊讲这只是芳，啊，敢有人知影这只可能佫叫啥物名？哦，这只是尾牙，这只是尾牙。啊，毋过伊做厉害，伊看到去飞，伊感觉讲这只可能是芳来。哥哥，你帮妹妹紧一下，好无？啊，妹妹，啊，这边家己紧，好无？哦，你家己紧，哥哥帮你回答啊，你要紧对一个。哦，伊要下较红色这，你会使还搭伫你的家规啊，要搭伫身躯咯，会使。这只是尾牙，好来。这只尾啊，敢有介意脾气？无咧，你看伊的嘴安怎？啊，这只刺毛虫是哇起来吵到你要昏去啊！吼，佫有人找到内底佫有别个物件吗？佫有啥物件秘伫内底？好，啊，铃铛你会使举手，你看人姐姐拢有乖乖举手哦。啊，毋过姐姐，咱即摆互妹妹回答好无？我知影你会晓。你有找到餐 A 伫对吗？来比看。哦，你看来餐 A 吼，你这长度。好来，啊，我先刷问一个，这只餐 A 敢有介意脾气？为什么你看到伊的面安怎？臭毛毛伊无介意吼。来，紧一个。哦，你看这只餐 A， 刺毛虫，尾啊拢去人讲过啊。那先剩2只，大家较袂晓讲的对无？有人要来找看，你讲我毋知影名，啊，毋过我知影遐有比一只虫，我知影遐有比一只虫，我只是毋知伊的名是啥物呀？来，用下因看，用下因看。哦，来招，来足好的哦。伊讲这只是金菇，你要钓啊？因为伊真正有菇，为什么？伊定壳壳，伊外口定壳壳，甲菇共款。啊，毋过伊头前安尼，那是鹿仔咧，所以有人会叫伊鹿仔菇，有人会叫伊鹿仔菇。啊，金菇咱普通头顶较无这个，吼，咱普通咱讲的金菇啊，嘿，伊鹿仔菇吼，都是因为头前只吼，好来。佫有一个吼，是内底我上介意，我一直感觉迄只足水的，所以伊的名会甲迄个足水的有共款。佫有人找到内底佫比一只虫无？来帮比下咱看好无？咱先下顶一先，因为后壁迄主办的要留互你的。你来，佫有一只大家还袂讲到的哦。啊，头你讲伊的身躯可能小可红红哦。那是一蕊花咧，你敢有找到伫倒？那是你头先讲过迄只。啊，你会使比下我看无？咱要比下伊看，讲迄只虫伫倒。这只田 A 讲过啊，刺毛虫讲过啊，尾牙讲过啊，啊伊嘛伫天顶飞，甲尾牙做成的。对，来，啊你先莫走，咱比下伊看。来，才佫有一只。啊，我甲你讲，伊身躯嘛定定，所以伊可能嘛有对一个字。啊，因为伊细粒啊，足水的，那是一粒珠仔咧，所以咱就叫伊啥物？珠仔菇，咱就叫伊珠仔菇。来，你下因讲这只叫啥物好无？珠仔菇下因讲，珠仔，你讲菇。哦，因为伊定壳壳，所以伊就会叫伊珠仔菇。来，紧一个。
哦，派去找新的朋友要甲伊耍，啊，毋过新的朋友嘛是无介意啊。头前个拢走去啊，遮下拢飞去啊，剩一只还袂晓飞，慢慢啊飞。你看伊规个头，哇！真正臭臭都无人介意吗？有人伫后壁讲话啊。Picky， 我甲你做朋友。有人要甲 Picky 做朋友呢，你做臭的，我上介意。竟然有人介意臭毛毛的 Picky， 你讲？好，先和你讲看卖，咱等下显过看有无？你感觉好神？你还会记了？你讲好神哦，咱等下显过有好神，你就会使摕到一溜。你感觉佫有啥物件介意臭毛毛的 Picky？ 有人讲好神，嘿啊无人啊，他有人臭毛毛会介意伊啦。你讲蚊啊会记了？这个讲好神，这个讲蚊啊，咱等下要显过哦，显过也是有。猪仔毋过迄个你等下看到猪仔妈妈介意脾气。你感觉你若臭毛毛回去，你妈妈会讲来，妈妈让一个吗？还是妈妈讲去死一个？哦，对啦，所以其实妈妈看到迄个脾气臭毛毛，妈妈可能嘛是啊，毋过真正有人介意脾气呢。伊甲脾气讲，咱做伙来耍好无啊？咱来看卖有好神甲蚊啊无？等等。歹势，啊遮好啦，伊是要讲无人要介意，所以就做无欢喜。竟然有人介意脾气，有人介意臭毛毛的脾气。你拄仔讲有好神对吧？请你帮咱算看卖有几只好神？足侪只，然后这会晓算哦。来，一只开始对几个是？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有3只好神。你看，这足厉害。迄臭毛毛真正有人介意。迄好神介意臭毛毛的脾气呢？来，你讲有蚊仔对吧？来，帮咱算看卖几只蚊仔？一只蚊仔，两只蚊仔，伫遮甲，哦，伫遮甲遮有2只蚊仔，足厉害的。来，啊，毋过阁有一题哦，剩有好神甲蚊仔介意脾气尔吗？哪是阁有什么物件嘛介意臭毛毛的脾气啊？妈妈，嘿啦，妈妈其实家己的怎么加抓来？你帮咱找看卖加抓伫对，好无？啊，几只？一只、两只加抓。原来好神加抓甲蚊仔，这你敢有要听？后壁阁有门环咯。好来，两只加抓，不，2只加抓，3只好神，阁有2只哦。脾气你就知影伊等下发生啥物代志啦吼。好来，因拢介意臭毛毛的脾气。哎呀，有人要甲你耍，敢无好？脾气你应该来甲伊耍啊。佮讲这个是脾气，竟然讲啥物？我无要甲你耍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要甲你耍，我就会安怎？我就会破病啊。嘿，我感觉你讲我有够好诶，有朋友甲你耍阁无好，你知影蚊仔你叮吼，你会发烧呢。所以你足厉害，你拢穿长裤，反正就是莫互蚊仔咬。嘿啊，啊毋过伊就讲脾气讲，你要甲我耍足好诶，啊毋过我袂使甲你耍，因为我若甲你耍，我就会安怎？我会破病，你知影无？这是有一个西瓜。好神，飞去你食，啊，好神就讲脾气，来啊，好食呢，这个西瓜我食了，换你食，啊，脾气食落伊就安怎？哦，会落屎哦，会腹肚疼。啊，去啊，迄蚊仔咬着，伊的身躯内底有菌有病毒，你就会破病。啊，加蛇嘛共款啊，加蛇看到好食的美龙龟，伊就是去咬一喙。甲伊讲，脾气啊，咱2个好朋友呢。这美龙龟偌好食，我帮你试食了，即马喊你食。脾气啊，真正去食过迄个加蛇食过的美龙龟，伊会安怎？伊会腹肚疼，伊会破病哦，爱去注射哦，会足艰苦的，还搁爱食药啊。因为好神到处，嘿啊，阿鸟为迄乌白飞、乌白食、乌白肥。伊迄白过所在，足侪垃圾的物件嘛，伫伊食的物件头顶啊。所以你若看到即块西瓜头顶有好神，请问你爱食无？上好是安怎？莫食吼，来，和你讲。
你知影为什么伊迄有去过屎吗？因为因拢介意臭毛毛的物件，好是嘛都介意屎。吼啊，所以伊也去摸过屎，过来摸西瓜，你搁食伊的西瓜啊，系啊。我其实嘛足介意拍网啊，啊，不过我拢拍袂着。我偷偷啊，你看，我为啥拢穿长裤？我昨搁伫遐一直摇，因为我规个骹拢去人夹拢是，所以我即摆拢爱穿长袜啊，啊，搁穿长裤，因为网啊都足介意夹我。我伫阮兜个客厅，下头较看着人家网啊，我就看伊无看着，所以我就甲拍。厉害！啊，你敢有拍着？赞，哦，赞，有够厉害。我这讲我无讲。所以咱都要好好保护家己吼，因为咱南部天气热，有当时啊，迄网啊，甲你订落了，迄会使送互我无要紧，迄有够水的呢。无你就是收。无啦，迄会使送互我嘛，足介意的。因为有够水的，嘿啊，啊，会更较好哦。啊，无我等下，好来，咱要继续哦。Piggy 讲，卖啦，你莫来甲我做伙，我无要甲你耍。虽然有人甲我耍足好的，啊，毋过我会破病，就袂使搁去学校，规工倒伫眠床顶。啊，你最欢喜的。规工倒伫眠床顶，无人甲你耍，家己耍。哦。啊，看电视都无人甲你耍，所以才看电视。啊，不过我想要出去踢球。吼，啊，要去甲小朋友生必修吹。我今日一定好想个。对啊，好来，咱来看哦。Piggy， 就讲我爱甲你做朋友，啊，不过遮的人一直讲啥物？好啊，来耍啦。Piggy 较紧走，像伊共款，较紧走，等去找啥物人？妈妈，遐人要甲我耍，我袂甲伊耍，我会破病啦。妈妈都甲你讲啊，你感觉妈妈会害安怎讲无？你也无想要遮个人来找你耍，你就爱找辛苦吼。所以你看，Piggy 就较紧，到等伊个厝找伊的妈妈伫遐哭讲，妈妈，伊迄安尼我不爱，我袂甲伊做伙，我甲伊做伙我会破病呢。哎，妈妈就甲伊讲爱做啥物代志哦。洗身躯，好来，洗身躯要用什么洗？洗碗，要用洗碗巾啊，洗碗巾摕来洗碗就好啊。好个。吼，有人会用地壳，有人会用水，一定要用水，因为遐清啊掉。啊，有人会用湿文无？哦，用湿文。嘿，哦，洗了你就旁讲，你的朋友等下就拢要去找 Piggy 耍啊。咱这个 Piggy 咱等下还洗吼，恁就会使甲伊做伙耍啊。啊，你会使用湿文是一地。哦，因都袂酸走啊，对无？吼，嘿啊 ，Piggy 也是胖，人就袂酸走，所以你看因讲因兜的湿文胖，啊，毋过湿文甜酷，有当时啊厝内底若是会用即个一罐，咱互你滴，你会使用湿文膏、湿文巾、湿文水，吼，啊嘛有人讲洗衫巾、洗衫膏拢会使，啊，毋过你也是一粒的，咱就讲迄是湿文。啊，洗头毛要用啥物洗啊？洗头毛巾，讲我。对，洗头毛的嘛有湿文哦，我嘛用湿文洗。洗头毛粉，你拢感觉有足厉害。你看，所以洗头毛你会使用洗头毛巾、洗头毛膏、洗头毛水拢有。啊，洗头毛粉甲洗头毛的湿文拢会使。嗨，咱遮等者有鸡龟哦。鸡龟。啊上好无一个，有当时啊你也辛苦吼，旁讲，啊毋过你开喙讲嗨。啊，大家都臭毛毛，所以头毛爱洗啊，身躯爱洗啊，搁有一个所在爱洗。骹底嘿，骹底洗身躯的时做伙洗，洗身躯的时做伙洗掉。洗嘴，你看遮厉害，好来，咱遮搁有2张，拄啊好。洗嘴的时阵，你会用啥物物件洗嘴？洗
洗喙真哦有够厉害，啊，不过洗喙真够有人知安怎讲？这个你的喙内底的喙齿用齿用齿膏，我拄仔咧辛苦猜到另外一个字哦，用爱用齿米加齿膏，咱等下才讲有哦，你爱等我一下哦。好来，这个先下你齿膏，嘿，啊，这个要下你齿米。电动的齿米，你睇遮高级，足厉害哦！来好海草，你啊等我坐，遮高有。咱来看卖坐哦，我要请恁找，来做着恁迄来，等下要互恁找哦。伊用沙文洗身躯，用洗头毛粉来洗头，啊上着啊用齿膏甲齿米洗喙齿了，芳讲讲啊咧。芳讲讲啊，伊的朋友应该会来找伊算啊吧？啊，毋过我要互你看，你看哦，伊的朋友其实足介意脾气的。脾气虽然规身躯臭毛毛，啊，毋过伊的朋友嘛是拢伫边仔看，讲迄是咱的好朋友，我做想要甲伊算的。我要请你找，足歹找的哦。你敢有找着脾气伊的好朋友必弟？对，等者，我知，你看。这只啥物？你莫做法紧啊！我知影这是你的干妈事。来，这只啥物？等者，这只啥物？哦，来，这只是咩？羊啊，好，这只是咩？我知，啊，不过你大家做伙讲的时，我就无安怎看吼。好来，啊妹妹，你敢有找着脾气的好朋友咪？这有一只羊啊，足细只哦，你爱找一下哦，吼。你敢有找着？来，你记出来。嘿，对，等下比看卖啊。哦，啊，你敢知这只是啥物？汪，这只啥物？你敢知？你敢人讲？高啊，吼，足厉害吼，来。你我等我者，你后壁讲有，我知你足厉害的，所以你摕伫后壁爱搁问。来，啊，你摕一张登去下哥哥，好无？你这后尾回答。哇！啊，你爱摕你家己一张，啊，哥哥一张。哦，好来，搁有，拄好有人讲羊啊，搁有人讲狗啊，哪是？搁有米伫，这两只是咩讲？哦，叫搁米一只，这只啥物？头啊，好来，这个水姑娘来，互你，好。来，三个呢？敢是搁有人比起来？你搁知影搁有对两只还袂穿吗？你搁有找着伫对吗？羊啊，拄仔有讲过啊。好，来，我来现来头前哦，会记哩哦。来，兔啊，羊啊，狗啊，我要现来头前，你来看，搁有啥物伊的好朋友米伫遐哈？你等下爱来找四脚啊，大家看。那是搁有两只来，你讲四脚吗？四脚伫对下，大家看。哦，四脚伫遮，啊猫啊伫对。鸟，你是讲天顶飞的迄个鸟啊吗？鸟啊，吼，咱普通咱可能会较讲，咱普通可能会较讲鸟啊，因为你若讲鸟，有的人会感觉是天顶飞的迄个鸟啊。好来遮。哦，这个，这个，好，所以啊，咱来看上后尾迄支说啊，芳讲讲了，到底伊的朋友要来找伊算啊袂？那是小可有起落雨，看那是有起来低调，所以咱较紧结束来，你来看上后壁。起毛头来啊，笑啊，也是无欢喜。笑吼，你看伊的朋友拢来啊，搁有尾仔嘛来啊，咱嘛是笑，所以即摆伊芳讲讲了，大家拢介意，大家拢要介意耍，大家拢足欢喜的，安尼脾气敢搁会破病？袂哦，所以转去头毛爱洗，身躯爱洗，搁有地爱洗，你的喙齿爱洗吼。